一個倫敦執業律師識睇識寫合約，仲特登落足 restrictive covenant 鎖死塊地，結果買咗隔離塊地之後醒一醒，發現自己200萬豪宅隔離變咗一個 traveller 營地。到底佢做錯咗咩？一個專業律師落咗咁多保險，點解仲守唔住自己塊地？呢度係 West Sussex 一條叫 West Chiltington 嘅村，業主 Nick Jones 57歲，倫敦律師，間屋係17世紀 Grade 2 5房農舍，有暖水泳池，有網球場。Jones 本身喺隔離塊4英畝地養馬，後來唔養啦，去年7月就以20萬英鎊賣咗俾一個 developer，20萬英鎊。香港嚟講，連個正經首期都未必夠。身為律師，佢驚出事，落足保險，喺合約加咗 restrictive covenants 限制性契諾，白紙黑字寫明呢塊地唔准放 caravan， 唔准放 static home， 仲喺 land registry 加 clause， 未經佢夫婦書面同意，唔准轉售第三方。理論上滴水不漏，但 developer 反口 ，Jones 話對方將塊地分割賣俾一班唔同買家，佢告上法庭想撤銷交易，點知打輸，焗住完成買賣。跟住到咗 Bank Holiday 週末，一個朝早100車碎石屎，48車瀝青蝕運入嚟，推土機、流動屋、caravan 一夜之間出現。議會5月23號週6即刻發咗 temporary stop notice， 但工程照做唔停 ，stop notice 當冇到。其實好多海外業主、香港買家最易踩嘅陷阱就係以為合約寫死咗就等於實際守得住。你買地、賣地或者持有英國物業，驚唔驚自己份 covenant 其實守唔住？WhatsApp 我哋傾傾，等我哋幫你做好英國物管 planning。